係佛陀天降日，呢一日嘅功德咧係平時8倍噶，所以咧今日真係唔好錯過。話說咧，佛陀咧之前喺天上面咧為佢阿媽講完法之後啦，就翻到嚟人間。咁呢一日咧係代表住佛陀嘅慈悲在臨，所以咧成個宇宙嘅能量咧都會打開晒。你發一個善念，做一件好事，福報都會加幾倍咁上嘅。如果你最近都覺得有啲唔順，人事煩，錢唔夠，或者心裏面覺得好亂，咁今日咧就係最啱轉運清氣場嘅日子啦。你可以做3樣簡單又有力嘅事。第一就係點盞燈啦，講一句願佛光照住我，幫我清走啲障礙，開智慧。第二就係念一句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又或者讀心經，感受一下佛陀嗰份慈悲。第三，心裏面咧發一個願，呢個願咧係去幫人、讚人同埋去原諒人嘅。因為你一個善念，未來就會種咗一個福噶啦。仲有好重要嘅一樣咧，就係今日如果你轉發佛法、靈性或者善念嘅內容，都係法布施，功德非常之大。經講過，法布施係勝過財布施，因為能夠令眾生開悟脫苦。你一轉發就等於播咗粒覺醒同慈悲嘅種子出去啦，令到更加多嘅人咧一齊得益，一齊覺醒。其實你未必需要真係要上山去修行嘅，你其實今日喺屋企靜靜咁樣合十一念，佛陀就會喺你嘅身邊聽到你嘅願噶啦。願你今日所發嘅每一個善念都會變成未來幸福同埋光明，佛光成日都會照住你，心安即是福。